继续来到台南市，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洪秀条昨暝的造势晚会，主持人是替台湾的天灾来消费。讲2月初6迄天，赖清德若无到台南，就袂发生台南的大地震。佮讲赖清德一做行政院长，花莲马上地震，造成人员的伤亡。但是安尼讲话敢有妥当咧？洪秀条早起伫咧台南扫街的时阵，出面来回应。 选战到最后国民两党拢加强来造势。不过，昨暗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洪秀条的台南造势晚会，主持人竟然替台湾天灾来消费。恁好，伊若无来面地震啊，你有看无？伊来台南做无偌久，无你捌机会，当高了死112个，你有看无？那甲台南人会疼，牵拖到赖清德，还佫继续乱开炮火。去小行政院长尔花莲随地震，死啊侪人，你有看无？ 针对选民指控主持人不当的言论，洪秀条今仔出面回应。我们尊重每个个人的评价，但是我们总希望任何的一个批评都能够争取到这个选民的认同，认为说这是不错的啊。那么但是我们不希望能够会节外生枝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并不希望发生。 对手王定武嘛出面表态，登革热是南台湾的痛，你一辈子养尊处优在北台湾，从来没有关心我们。你要来这边选立委，我们大家公平竞争，不要拿台南人的生命问题来开玩笑，这会让人家看不起。投票已经剩无到1天啊，虽然不是候选人家己发言的，不过只要代表国政党伫公开场所出面的人，伊所讲的话，伫关键的时刻，拢会影响到选情。